李九年重新建立建到嘅环保行业，世界各地为咗挑火李九韩国生态出现迁徙嘅计划。在建筑韩国条规显示之间，6月主义而第二行去世界各地探索全世界最佳嘅生态小屋。呢度特别自然嘅生态世界，留一啲美丽嘅自然环境，下来人下来了为清楚汉下环保、真实到民主嘅体验。不管係在沙漠、山哪，就係海中，來到民宿，佢屬於有遷就生態之中嘅設計，甚至會見到大型嘅公天、漢下嘅河，呢下係插花老理由而加入環保概念嘅時代，歡迎來到綠色主義之地。今年綠色主義之地愛土耳其到納米比亞沙漠，探索一間無體生態嘅小屋，豐饒當中嘅夢幻處所。不過，因生來係自然嘅白片，係隨便探訪一間本人講談嘅集體生態旅館。的生態任務嘅假期地圖，受到家庭推崇嘅就係大的石木屋地圖，佢係的進入那地圖，原來大的蘇爾蛋糕。的瑞典嘅白片，絕對做得本人體驗到呢種假期嘅魅力。的大條嘅哈拉斯總統圖，630嘅村民可能世界各地嘅遊客來到。天鐵兩公婆對於呢隻天氣嘅美點，到朝權嘅鄉鎮窮人受到農村人口減少嘅影響，不過佢哋經營嘅廚師也真有成果。老李開呢隻土地嘅人來比，天鐵兩公婆係先前入式嘅操作。利用大草本人經驗嘅旅館計劃，而本呢隻商經復甦專業性嘅發展。我老愛本樣一切大地哈拉斯，我都從細就大地兩位，我唔想離開，打算一切大地兩位。我都了解兩項勝利決定為錯誤規則沙期，將當然用6到7沙，就做得大同地方經濟。為咗達到目的，天鐵兩公婆的生態地圖係6間豪華嘅石木屋。楊扮演的立體內6米陽高，本能蘇爾還能戲出地風地水嘅處所。楊扮演到了充滿好奇心嘅心態，化作普遍嘅生態知識典範。天鐵到參加計劃嘅建築師記得，而針對呢道問題來回答。關鍵在本人體驗接近自然嘅感覺，分享對生態和永續發展嘅分享。樹木旅館嘅概念有3點：建築、設計、自然。為到順勢進行計劃，天鐵揪出建築師朋友貝蒂尼，佢設計提一間樹屋，天氣嘅陣來檢測建築，注意樹嘅情形。我哋可能做得用盆栽來處理。盆栽？係，冇錯，盆栽。咁樣你就唔會看到佢咧。我哋喊做得嗰條樹啊。你注意到麼？該從樹啊為天通誒。哦，係啊，個樹啲天通。嗰兩是天鐵大人計劃落簽嘅細節，我就有一隻想法咧，當健康嘅想法。不過嗰兩是我係真係當重視嘅計劃嘅一部分哦。看到我嘅朋友強納斯
俄古斯等制作嘅紀錄片《愛樹人》，我哋就有啲樹黨希望嘅想法。7年前，佢想喺利亞超權嘅會所，啲樹黨起一棟茅屋，然後佢拍嚟2支洋片。我哋發現，佢當下人，當人當好啲安樣嘅會所歇一下，欣賞到向亞嘅生活。實現兩項計劃，對我哋來講，兩係強化鄉鎮自產，來復興經濟嘅方式。牽提到朋友背地兒，先到其他嘅建築師，佢就通知無條件嘅投入呢個偉大嘅計劃。當地嘅政府也提供努力，承擔山上嘅工廠費用，向下來完成計劃。在兩項計劃當中，涉及到幾名正經嘅資產係建築實力。對我哋來講，只有尊重自然，才做得起利幹。事實上，小屋嘅許多樹木之間唔會妨害生態系統，呢本身就係一份體驗。樹屋重25噸，做得到7公25公分嘅樹身當個發揮最大嘅壯力。呢類建築最大嘅挑戰就係唔好破壞環境。我認為未來到兩位嘅人，佢對尊重大自然嘅概念，佢會係非常要求嘅。可能呢個概念佢真係當聲音，不過有種原則，佢絕對做唔得去破壞樹啊。一開始，呢片嘅樹林本應斬樹嘅人亂用，我哋做得講。樹木離沙佢救了呢森林，佢就唔會本人削長長，喊做得本呢樹林冇強讓嘅經濟用途。我哋開始呢隻計劃嘅時節，對樹認識冇多，因為就係冇生命嘅材料。不過我哋為咗學習，用班老幾多看作係有機體，善用幾多嘅穩定性，做唔得限住佢嘅生長。所以建築工廠愛實現樹嘅生長環境，做唔得破壞，天才係要創新嘅固定技術。所有人客老樹連強下，樹還繼續生長，樹當然會產生一張言論。咪就係講樹嘅切幹會產生1到2公分，固定房屋嘅結構會有挑戰，希望呢條樹會死脫。所以當然熱天呢條鐵夾兒會並送並用，因為樹熱天太水夾。最有代表性嘅樹屋就係立邦鏡，用當地嘅樹葉嘅全部包得玻璃地板，做得本人看到順透嘅環境。最困難嘅係呢大細16平方米嘅小屋，要講究平分，吊啲樹檔要打平，做唔得跌下來，風一吹也做唔得打沙，呢就係我哋嘅規劃。房屋裝潢非常簡單，使用典型嘅斯堪的納維亞嘅風格，主要嘅建材係木材。牆兒嘅甲板使用了周圍嘅樹強壯嘅木材支線，小屋就起啲橡樹檔，裝潢就採用橡樹也親合理。兩支大樹筒長期熱切，你就得看到我當然挑戰鐵夾兒，照顧呢條樹本意抗權係重點。為咗完成兩項計劃，我老採地嘅企業田啟樂，佢哋各有專長。對我哋來講，關鍵係做得認識呢啲專業人士，做得牢記合作，並注意佢哋嘅專業情況。
两位嘅建风非常嘅正哦，我哋係大地理風景地背圖，差唔多看出來講研究大地理地背圖哦，因為做得看到充滿我輩，啲我輩係看唔到充滿嘅，介為充滿做得講係非常嘅多，也非常嘅暫掉，差唔多就係一種新嘅旅遊風潮咁係。你大地尊重自然嘅旅館地背圖，連最簡單嘅，不用講你落到旅館佢都會講，係想講你想揾面拍也係沖淡就不用地理啦。也係講當地民眾蛋糕就好。我哋會冷呢？唔會啦，冇人冷啦。從樹頭嚟講，呢隻蔬菜啊，就是帶引到另外一個境界，因為呢位係冇此類水界哦。細先嘅世界咪係中用空水界，偏數未動站哦，因為偏數冇此類水呢。不過佢都設計了一種哦，做得到自然結合嘅食品哦，真經係動站的哦。呢下瑞典有49%嘅能源係水力發電，呢張機票的年代上升到51%。呢項清潔能源本瑞典當年嘅排碳量自10噸減到6噸半，符合整體旅遊嘅標準。旅館用呢項能源作為發電，能夠提供熱能嘅來源，本遊客有一個舒適嘅假期。老自然破壞相處到最好嘅樹屋，就係呢件吊豆。看唔出來係一隻件，做得大時沙。我規劃呢件麗莎嘅世界，我想到西歐啊，我想話啲幾多嘅國土形容版，所以我問我自己，對嘅西歐來講，森林生活最有代表嘅事物係乜嘅呢？答案就係一隻做得安心大嘅屋下。所有嘅樹屋當中，本人大開眼界嘅就係呢件客艙，有7噸暗窗，規則係烏色嘅，提供最好嘅攝納視野。呢件農業有50米平方米陽台，像係一件風景圖風。另外，30平方米陽台嘅遊飛係用廢棄嘅材料起嘅，係小朋友嘅最愛。冇唔記得呢件藍窗個規則係紅色嘅。呢棟木造屋外牆老屋頂全係松樹當界，呢係典型嘅瑞典建築技術，出體豐盛，外形看起來當雜。個個漸漸嘅屋頂就得提供時尚印象。樓頂有2棟單人床，樓下有1棟雙人床。第2位看出去，嘅風景非常正哦。2位係四仙湯，呢張係偏數，係非常現代，採用乾燥嘅方式，做天用田，做得老屎尿掃到強。少春嘅火灰做得那度冇背，變成大自然最好嘅配料，完全唔會造成污染。非常嘅環保，你看幾讚呢？我哋唔打算安裝下水道系統，因為咁樣會妨害生態嘅系統，所以我哋選擇咁樣嘅設備，做天用田，完全唔會造成環境嘅污染，真是非常讚，非常好用。到呢下冇影響，因為完全唔會臭，也非常獲得到旅館嘅精神。當然是來打探呢項設備，因為佢哋也想地屋卡來調一隻，攞傳統嘅舊式偏數來換體機。呢項設備做得度水3公升，仍然是難用。當然下講呢項設備當簡單當好用。因為佢自家屋卡可能30秒之內就浪費咗3公升嘅水，實在太大傷咧。第2位用過嘅水，冇背很有水桶會收起來，
老佢分解、老佢材质、材利用完全冇好打上。兩位講嘅排廠唔係傳統五星級飯店，像嘅水龍頭係黃金打造嘅，唔係。兩位嘅排廠係老環境和平強下，實踐簡單，同時了解大自然。這係我哋17萬追求嘅目標。天鐵兩公婆打造了到信息處所界下，強入動鐵、人力、一窮七三，幾多的數額嘅理念來做事。後生應該透露，冇需要離開故鄉去簽呢。我想為在東北風嘅拉普蘭嘅素材訓練，我想為變做一沙嘅鄉土訓練，也係我嘅第二年咧。我以前我完成40禮拜嘅課程，所以我選咧數目嘅理念，認為也係我加速嘅事業。比起來，我在做過嘅大公司上班，我真正更加愛接觸，也到真鬆生活所有嘅細細嘅生態觀點，也係我持續想要追求嘅目標，也對我來講真正動重要。講工業嘅興起，唔但係理念嘅人工收費，列照次序日本當地嘅企業得到好處。愛說起係個性嘅鄉土，2年前旅遊嘅行業開始試行，有效發現到瑞典嘅風雅之美。我裝咗下石蟹麼？當好搞哦！呢度發通嘅心態，對生態旅遊嘅提起係一定要有嘅。做得滿足遊客老自然對白，呢度見來見到嘅市區，就係到石梯當個大橋啊，喊個錯石橋。係講唔係為到書嘅歷史，我想我應該冇呢種嘅容氣，做得第呢隻社總頭來創業。對當地嘅旅客來講，大地理念咧，也係發現瑞典拉普蘭最好嘅機會。書嘅理念因為有咁樣嘅機會，佢復興了拉普蘭嘅地方觀光。我認係會於得到好處嘅專業人員。後來我哋要行到富順頭、喜陽火、掃地綠皮等到。也係一種冒險，因到採下隻冇人吃嘅素材。因上話有一種冒險，我認為瑞典就係最佳嘅素材。上我哋石梯欄起火，首先我鋪一層橋兒，然後咧花樹皮係關鍵。生態旅遊嘅一部分就係我有點教學，冇聽錯教到冷天書基本嘅沒有性技巧，又係講飛行嘅技巧。呢啲人又係人客來到呢位，佢做得好多一啲老自然有關係嘅事物。呢就係建議公共空間嘅權利，遵守呢項規則，而朝做得啲瑞典嘅森林度萬片老寮、路壤，學習樣板來尊重大自然。呢係我想嚟學，也係人客應該要學嘅。
到瑞典嘅北片，拉普蘭嘅天氣人口嚴重嘅流失，總體嘅街路差唔多像沙漠狀。下瑞士兩位還有典型嘅瑞典廁所，還有基建嘅店頭。過去嘅10年，呢度店頭視為旅館嘅服務，旅館係佢哋最大嘅人客。前天太太見進旅館，都到兩位買東西。呢度東西哦，我都愛。蘇頭嚟講哦，本來都對講未來有了新嘅信念哦，希望講做得啲了只村莊啲輩都繼續嘅經營下去啦。兩位大部分人哦都覺得當歡喜，韓國咪當有慈心。哦，係哦，哦。大啲下瑞士當好啊，我去到兩位當好啊。蘇里講當正當強烈，前當然來兩位過冬，呢隻地方向世界打開。要前到國家嘅人來兩位，像俄提利人、前到挪威人、德國人、荷蘭人，有的人捍衛得了賣貨，曬來兩位，荷蘭人當中意了提點。蘇里港到布里坦民宿嘅球群，民宿係負責提供食物韓國接待人客。人客食物係100%嘅在地食材，老平時食物切冇強壯，菜單當中有兔肉、筍肉、辣妹，甚至係粽，明顯大量係受到控管。我都注意到，自從呢場冒險開始，外國嘅人客就越來越多，同時呢帶同其他嘅景點也當到人氣鬧。呢下人客唔單止來到樹木里沙，也會安排4到5日嘅行程，才冇強龍嘅為數高啦。呢種情形當普遍，讓在地嘅觀光業停手當多。就到了這里無卡千里安然嘅為數了加把大幾日，短短嘅幾日冇 WiFi， 佢要重新嘅學習本自家有些好做，佢冇本地困擾。呢下嘅旅客，佢會上來穿過風景區嘅表象，上來從冇強龍國土來出發，也就表示佢哋冇上來大嘅風景數量當多嘅大件里沙，大件里沙當神奇。因為佢當冇強龍，本應有冇強龍嘅國土來欣賞，攞到了位最新世界，就係做得大到當特別嘅風景。假使你講幾個理念係蘇爾地輩嘅旅館，其實盡管講佢係器材蘇爾當輩嘅旅館裝束啊，佢都冇為到建立快看嘅平台期。還係睇批旅客進出嘅大型工業旅館係暫數啊！一件細型旅館其實係配合環保係嘅。因為強人嘅媒體涵蓋啲，蘇里港係呢下瑞典觀光嘅象徵。所有瑞典土家嘅葡萄擺上日上都會講到佢，
佢係求年正義嘅媒體，談論最多嘅國民企業。嗰本嘢送腳春一下。徐夢怡，真是當好哦。當徐夢怡，你係當戰鬥嘅體驗。舒服嘅理念本當人來認同，呢一點請鼓勵到愛豆。在基督嘅面前，愛豆是為喊下撒網來創造新嘅事物，來寫到基督。呢一種容屬生態嘅觀念，一切都係愛豆嘅堅持，所以愛豆會採用當道嘅預防嘅方法，決定會堅持留大自然窮下。前提兩公婆嘅目標係持續嘅冒險，而係喊下島嘅舒服，留新嘅建築師來合作。呢度建築師會鋪下前輩嘅規範，包括尊重大自然，留舒服嘅生長環境，冇得環境當中留下破壞嘅痕跡，同時會持續嘅改善生態旅遊路線。夏日站嘅建設香港氣氛完全嘅改變，而同意行業納米比亞沙漠發現一等獎嘅環保理念。的自然保育企圖架，老熱生嘅動物韓國沙漠地平線相處，你係正經嘅體驗，你會非常珍貴，而受到保護。面臨氣候變遷，韓國土地世界前頭嘅基建天天受到威脅，觀光業出現新嘅形態，地方嘅保育生態韓國理念嘅接待方式很係冇變。納米比亞自然保護區係在納米比亞首都溫霍克南偏18公里嘅位所，係南非最大嘅私人保護區。中央地帶規劃係9萬公頃嘅風蘭丘，生態小屋就抗得本應驚人嘅沙丘地圖。係講呢啲成日都上嚟。要設計嘅人生在改變世界，係講你唔改變，呢啲嘢你咪錯到啲位。我認為要喊下全嘅目的係做出細細嘅貢獻，來幫呢個世界變到喊下好。用扮演的沙漠地圖打造融合嘅建築，在尊重環境韓國保護面貌嘅前提之下，用扮演起的水面韓國白天。而用辦為當地嘅居民創造機會，留記到連日投資計劃。史蒂芬老團隊在建設不會單理講解下，而來解決熟悉嘅生態小屋、老自然破壞強盛嘅問題。史蒂芬也把2020年前買下了地皮，決定而來進行保育。佢老市民全本來嘅。當地觀光嘅主要任務就係保護呢隻土地嘅景觀。我喊係13、14歲嘅成年嘅時間，我讓我把上來呢位，我嘅預設係呢片荒地乜嘅動物。韓國大約10年後，呢隻嘅田開始正式實行，用來做商業用途，為到保育傳統商業。後來我哋百年萬選學業拿到碩士學位，打算來做國際性嘅利用業。我把打電話俾我，佢講：咁講你冇上外地呢位做觀光業咩？呢其實唔係我上外嘅，唔過我上呢一片土地上的動態，當聲音，我老我爸都知道呢係當好嘅機會啊！你冇天窗，咪係要責任，聽上我嘅阿爸開創一道東西。呢隻嘅田
切对咩味道你讲允许经营，是单枪味道有只有意义嘅决定。咁我哋用样板做呢，后来有营业，我去到沙丘度风力当强，我哋沙丘度用只波浪箱，后来去看风力样板，我连波浪箱病毒冇病毒机，其实神体咧，因为风老沙建造被只空，老波浪箱吹落去，后来。本爱学到，你打错唔出从做呢按杂界，因为强样嘅情形会冲染，所以不管样板，你要企到风沙之上啊，树墩就会按样来嘅。你用树墩老木质平台，地下就材料面当起点食物啊。步入去嘅時就讓體唔係全部強下，太細到鐵點也冇強壯。氣少讓體嘅條件都係散熱，感應讓體設計到當秘密有散熱件。幾公里之外嘅太興沙灘係要沙丘讓體，10公里係沙丘西部，面積最大有10隻件。呢道建方係用樹頭起嘅，為本環境帶來最細嘅衝擊，係目上離岸嘅體熱度喪失。木材伫南面邊亞全是當限得群島，因為我哋跳擺使用磚呢，韓國風無奈。後來因為有新嘅想法，韓國基礎環保，觀光業就用木材韓國環保嘅建築概念，當簡單來完善建築。我哋嘅建築唔會用任何嘅人工合成物，因為地理位所嘅關係，運送一切當困難。我哋要使用木材，韓國對生態好嘅材質，亦很下軟，做設計來很下神奇，因為大擺做出來幾乎冇強樣嘅形式。生意嘛，沙丘西部嘅負責人同我哋去看其中嘅一件。掠就係一般人講兩個人大家見風哦，大啲掠只見風哦，你做得體驗到太自然結合嘅感覺。你看係講地面從街位哦，做得看出去全部係開放嘅哦。你做得看到沙丘、林種，見到啲南外片嘅那個水庫，有啲係啲生活當圈嘅。布棚做得講係當好嘅材料，因為佢做得風，還做得風水，係相當堅韌嘅素材。前當然是當好來了到路上哦。我哋是有自然風甜甜，做得水手搭起了種嘅價格哦。你做得充分嘅來享受講幾隻風吹落嚟空間，保持講幾眼部也係幾下住嘅涼爽。西部則設計出完全自給自足嘅供能系統。烏當國嘅太陽能面板提供比較嘅電力，大件嘅太陽能嘅水氣也本應讚賞，滿足細性件所有嘅需求。你哋看到嘅哦，呢就係細訊通，有石頭那麼嘅。也有細訊嘅，我哋係用乾一種，用體時間將來補充，是唔是講當日外運了啲嘅塑膠產品？從你哋看到片數了到，我哋是有一個係500毫升嘅乾一種嘅水，用到了個水上地背度去，佢佔用了500毫升嘅了個沖水量。從這樣嘅時間是做得騰少，我哋下上水。李幹村係個時就讓起嘅前東岸，所有勞工處所韓國科技設備嘅70梯，帶到造細細嘅會所，上上嘅用水係挺愛嘅。就算到沙漠也做得改革，是地方嘅淡水浸到飲用水，當一撈水抽出來。看起來呢位乜嘅動物，我呢下
起嘅位所可能係莫威淡嘅名目。當咱深度正確嘅地點，因為水道天底下流通，可能是2米法，也係5米法，甚至4丈1米法，係講會轉下去，所以深度機。我哋明啲水源地內位，可能啲落4百嘅山，咪可能啲很嚇人嘅地方。我哋唔啲天底下嘅情況。水位在天底下132米，天窗愛當然去觀察，來監控礫管嘅用水量。為咗防止任何嘅漏水、漏冇到地嘅打傷，愛天氣去執行水管嘅維護，也愛考慮廢水再利用。處理廢水其實要處理搶水同樣重要。所有類似寸度嘅水，全村嘅水早前流到呢位，經過3套內桶。了後達到該位，我哋按照有氧水塔，讓水打上去，了後流進腦袋、細菌帶走壞嘅東西。最重要嘅係，我哋對呢條水道度加有氧，幫呢條水再生。呢條水用嚟染衣，唔係我哋食嘅食物，係樹、愛樹叢、草坪，呢條全部係飲廢水，咁樣做好環保。我認為所以連上自然天的名路，是做得靠太陽能解決問題，用系統機器太陽能發電。不過對我哋來講，下一條天線可能喺100公里以外。我哋是有2種選擇，第一係大部分嘅地區用呢下用嘅辦法，日到暗用發電機，當日12小時甚至24小時，超有機根本機發，呢樣做會當貴。冇人要做正確嘅事，投資太陽能。設置太陽能面板之前，燃油發電機差唔多半夜都會運作。呢下今日是會運作3點鐘，礫管希望未來做得進一步減少使用率。我哋展開第一階段，達到36千瓦，做得提供家庭4-3用電。目前用太陽能來發電，日達到45千瓦。我哋嘅目標係達到雙倍嘅發電量。呢係我哋用來用電嘅電器，天氣啲暗熱，全消冇得，到天日就過來充電。我哋3萬投資再生能源，本做4年半來完，所以其實差唔多做錢回收成本嘞。再生能源成本非常貴，不過將按到嘅太陽能面板去操作高時嘅科技，咁樣做係冇用嘅。拿冷凍設備來講，呢一台50冷凍櫃用得1400千瓦，新嘅一台同樣大細，所以350千瓦。我認為呢重點是像你講嘅。呢咪係我哋嘅用水策略之一，就係講呢係我哋愛嘅方向。冇影響病人，為了我哋嘅工作日子，冇呢項規定，是像我之前講嘅一樣，消費者全冇俾我哋壓力。比如講係講你冇咁樣做，我哋是唔係你嘅師傅，你嘅心肝地圖知道咁樣做係正確嘅，你是會一步一步實現嘅。
兩位嘅片人長途本人當出鏡。不過，因為遲到當厲害嘅兩位確實係世界嘅前頭，千萬嘅景色全部都冇做到，因做得沙漠嘅變人，相當嘅不可思議。因哋確實嘅位所，時差是20公里，新冠路上讓我有人得按偏僻嘅地方改離山呢。後來，因過不將愛下車，開6公里上山，到兩位讓了解，兩位景色是在當重幹。因一向先托允許生態嚟講，唔係幾日愛玩細性見。按個挑剔所教講那個嚟講，我嘅意思係，我希望在變了嘅世界，一片時差，一片去上到自家嘅破壞環境，係講啲自家韓國冇了強多嘅選擇，你從問到自家係得支持當地嘅想法，唔係得嘅破壞環境。安布斯用立咗香港20套春天嘅台中人照面係有效嘅方案，做得減少社會嘅能源消耗。李幹嘅各項措施地圖，其中一個係希望全面要用100%自然嘅方式，在沙漠當中種自家嘅青菜。年輕嘅好路家，佢10年前來到哺乳區，過去學嘅係農業。我喺圖書街時，榕樹行動重要，也係合體嘅主題啦。唔過到了夜晚，我開始在部會單做事之後，我對榕樹行老生態更加有熱情，所以我改變了我對自然老生態嘅熱情咧。一種季節性嘅作物，一種輪崗嘅作物，嘅片係綠頭，在土地當背變掉碳配。從也會開始變，種掉其他嘅東西用嚟碳配，也係綠頭，該片係夾瓜，還有多麥多。當日早先我起早，當朝韓國安布斯而用嘅青菜，送去李幹嘅做下處理。豬係食物鏈嘅一部分，
接總得變做讓你嘅對配，甚至愛送本主兒食。安樣將做得學出來，當等於下個快樂嘅主兒，冇事繞個去買其他嘅資料。主兒歡喜，人哋嘛歡喜，因為也係人主強盛嘅關係。呢隻財站就係真共老人客見面嘅會所，教文記到對呢個人做嘅感受，同時也做得了解樣板種搶菜。人客看到沙漠嘅發展將年呢，真見當歡喜。對人來講，也未做得半日到理解，安樣出做得老爺嘅經驗帶轉起步下嚟，佢條嘅環境當好。也未做得變做納米比亞嘅人員範本，人哋看到其他嘅素材咪開始用強用嘅廚師咧，也對人來講咪係一隻當好嘅消息，一隻鄉村做得帶來安泰嘅貢獻。我哋想愛用嘅運作方式係想辦法達到人講嘅時事變遷。第一隻事係商業，你需要賺錢，還是做得投資。第二隻事係保育，問題就係你計劃到你嘅專業環境地圖想去投資幾多錢。第三隻事係文化。乜嘅事情都係講求全球化、標準化、文化範圍相當法，其中包含唱歌、歌曲、食嘅東西、作嘅衫褲，還有民眾本身嘅傳統。最尾隻事係社群，兩年愛新門設家，我做得回饋乜嘅本人嘅鄉親，老人嘅人工。我哋認為最好嘅投資係教育，所以展開專業訓練。大約從2007年開始，我哋訓練了200名納米比亞青年來做廚師、老擔任服務生。我哋希望擴大擴張，包含技術鑑定。史蒂芬的首都文學區開始建專業學校，專門嘅培訓廚藝和個理工管理，按做沙漠學人。阿台也近年前拿到學位，就留得無非但做事，佢係呢間學校培育當地青年嘅最好模範。佢哋本愛有了新嘅認識，從一開始嘅時節，我是學生嘅，部門來到了是變成了父母室，過後我有選到管理嘅職位，也就係我呢下屆工作。我係負責社區讓起嘅所有部門，對於順頭大嘅居民來講，你咪係見到一種嘅好機會，做得見體驗、見學習，你咪係為自家來打造新嘅人生嘅一個好機會。保護當地保育起老資源，也係整合計劃之一，會讓你嘅團體也體能建立。呢地土地係實實在在嘅動物保護區，讓佢嘅巡邏人、老研究人當日3萬嘅守護呢個地區。日常最主要嘅公司就係先檢查動物嘅食水問題，我哋會檢查棚戶有輪轉麼，水管會漏水麼，規劃保育區嘅動物隨時都係有水可食，佢哋唔會集中到特定嘅地點就愛食水。人行來參觀保育區愛門票，全部嘅資金拿來維護土地，和個保育生態系統。也證明佢係當好嘅典範，觀光業和保育唔係強健公司來經營，雖然收穫帶來大量嘅人客，不過也本身冇干涉觀光業，也地圖冇人有佔到便宜嘅問題，不過真是希望人客為保育區帶來潛水。
你上到了这世界，大家人應該思考自家做得做乜嘅，唔係人人都做得創錯，咁樣嘅保育起，也係有機會創錯或會等你趕。不過前多人哋各地做能了不起嘅事，係講佢都得到很下多嘅基礎，做得本允許經營嘅戰場很下弱，本世界變到很下適合下一代生活。你冇老自家看作天主，係老自家變做照顧者。我哋希望呢份任務傳本下一代。佢強勢，是第三後呢位萬內交通，老納米比亞保護起老三後強下狀態。我認為呢係人生挑唔睇嘅東西，因為呢份連結當前。李幹堅持發展教育計劃，希望學生嘅見到。佢嘅歷史老師講，證明佢哋嘅方法有效，亦係正式典範。佢哋嘅成功經驗，鼓勵了到對現實偏然提起奮鬥嘅所有包容人士。